全国爱好学着节目的人，爱我台语古早味台语的人，今仔日社会社我本人头一间开直播，希望咱的节目会当带予每一个人身心愉快、快乐美满，互你想袂到、想象不到的效果伫个。咱的节目有讲爱情，有讲诚心，有讲孝心，有咧谈孝道，有讲罗马，有讲德家啊，讲英雄，讲义气魄，拢总有无所不去谈。为弱势唱声，为正义拍拼，是咱社会社伊的目的。咱今仔日我先要来讲的，搭即个疫情刷啦，敢刷？坐访尔啦，坐土尔啦，互恁较看我尔啦。室内讲会当50个啦，室外当100个啦。有啦，安尼是救歌吼。这生意人较袂去跳票，足侪生意人拢跳票啊，无法度啊，渡袂过啊，2个月渡袂过啊。这是较小型的生意人，伊较无钱嘛，但是蔡英文政府，甲即个陈时中、苏贞昌，恁3个三巨头，我甲恁讲，虽然恁即摆开放，百姓欢喜。生意人欢喜，但你爱注意哦，你随时爱注意哦，爱注意安怎？既然咱爱打疫苗，即打疫苗，阮古早时代叫做拍预防针啦，像阮遐时讲有即出片，出片会拍预防针嘛，就袂出片嘛。咱即阵就是讲疫情来，咱家己拍迄款疫苗，即摆较好听讲疫苗，遐时是讲拍预防针，共意思。但是口罩一定爱管。我甲咱迄3个巨头蔡英文、苏贞昌、陈时中，甲恁3个讲者，若真想袂到，第一点，伫外国的飞机过来，拢总一定爱隔离，不管你37日爱隔离。咱台湾是一个孤岛呢，一个孤岛呢，对。孤岛莫互外国人入来掺杂，你像澎湖做上好啦。澎湖人伊无爱互台湾这边的人过啦。过的时阵歹势先采钱啦，袂使出隔离啦，对毋对？毋得对，澎湖第一个开放啥？开放室内当食物件，因柜内底咱无测准啊，国外咱无测准啊，因较会袂使。对，咱台湾嘛共款，咱台湾即阵目前全世界较凌乱，跌一大堆的时阵，咱台湾顾好，第一把关。就是爱从伫外国过来迄飞机迄坐过来坐船你过来不管，拢属隔离。来有风声一直出，当然你拄80岁，拄医护人员、警察机关，拄遐前线人先住，这是对。过来医护人员拢总住，来拄80岁、70岁、60岁、50岁，一直住了。全民打疫苗重要哦，打疫苗毋是有效的灵魂丹哦。打疫苗，佫会着的哦。非挂口罩不可，大细细，咱挂口罩，喙外口无挂口罩就甲罚，喙口罩无挂口罩就甲罚，甚至较严重的，罚较重的。咱台湾才有法度，即个疫情控制掉的，互世界看。恁3个巨头，我讲3个巨头：蔡英文、苏贞昌、陈时中。恁3个即阵3个人，即目前就是疫情把关的3巨头。哪有咧看呢？国民党也咧看呢，在野党咱咧看呢，时代力量每一党咱咧看呢，包括恁执政党、下民进党的国职人员拢咧看呢，看恁3个咧表演咧。恁3个人若表演好，我相信恁像神像仙呢，每一个人会尊敬你。恁3个人若表演歹，即阵是关头呢，关键的时阵呢，表演歹，歹势，2冬后、3冬后，大选举袂调下台。所以，主要关头，你无论如何，恁执政党一定爱遵守岗位，千万不要马虎。虽然即阵开放啊，
大家转化，但随时也监督掉的。当然，即阵开放也是好啦。无神明也袂当去拜拜啊，袂当去庙院拜拜啊。即摆哪当去庙院拜拜啊？你无看呢？无神明换下架呢，无香烟人去骗呢，换下架呢。大家拢来拜拜，因为欢喜甲，因为甲恁保庇啊。妈祖庙、关公庙、五王庙，即摆来开始设来会当50个啊，设外咧100个啊，安尼经济就开始一直兴旺起，安尼上着我希望陈时中、苏贞昌、蔡英文恁3个人好好啊做。要研究的时阵，毋是恁3个研究，爱整个团队叫来共同研究，顺序甲在野党的拢总叫来研究。这个时阵开一个国术会议，啥物国术会议？疫情的国术会议啊！相信这款的我无人敢讲啦。我会讲，因为我这个节目无所不忌谈。我不管你政治人物，我不管你总统，我不管你是警察、检察官、法官，对就是对，毋对就是毋对，对无？检察官为何做假钱呢？有钱办生，无钱办死呢？法官也共款呢？迄个恐龙法官、恐龙检察官，这个王八蛋嘛！这个节目，我就是要揭爆、揭发所有不法的事实，咱要甲讲出来。希望各位大家捧场。互我人气冲起来，我袂死你底，我讲爱心，讲阿福道，这是我的专长。所以你若是拍开 YouTube， 直接甲点小飞侠主播王，你着我看到足侪影片，足侪影片拢总走出来。你报啥看？报你的囝看，报你后生看，报你祖囝看，报你的新妇看。家庭才会美满，才会有效啦，才会幸福啦。报亲戚50朋友伫遐看，相信我这古早味的台语，应该大家拢听会哈。我伫咧内底，我袂干交人哈，我也袂骂人哈，拢袂啦哈。我是抗善的吼，我爱大家拢总和气的，好华。我换你讲地价的代志啊，地价的迄神甲鬼吼，会鬼脸足恐怖的啊。我讲有根据的，有根据的，讲互恁听。对，我讲选举的代志啊，对，选举话候选人啊，西瓜我大边啊，万一我这边，万一我这边啊，万一个新党，万一个参加国民党，万一个退党去参加亲民党啊，万一个我过来民进党啊，挖来挖去，西瓜我就这款人看无现呐。罗马也共款呢，罗马也共款呢，罗马也是安尼呢，也是有迄个万一囝，互即个做。认即个做老大，嘛甲认迄个，嘛甲认迄个，讲伊外穿拄外穿，你也一支穿也互伊啦，一支互你举啦。咱要来拍啥物人，伊当揪伊面当热气啦，迄个无路用啊，对。所以我希望你讲对。换迄个背骨囡仔，甲老大弹死，伊要做老大呢，足济呢，背骨就分咗骨来整啦，对。我讲这换迄个。恰灵恰风，恰灵恰风毋是歹，好，即嘛是艺术，对。但你行正道，毋是讲恰灵恰风，对，恰高，显开互看。你看我罗马，即穿甲互看，你看我得家啊，毋是安尼。咱英雄小英雄，小汉小好汉。你虽然是罗马，你爱做善事，众人才会尊敬你。对，我最近咧看少年家遮。遮请一台冰箱，我来问讲少年的，你较会请冰箱要创啥？你毋知呢？我这冰箱带动的，我这化水会简单啊，对。你若我倒去，对。你化水会简单，你咧出外口拼，做我生意，无轻欠做工外嘛紧拼啦，维持家庭。你化水会简单，毋是讲去外口冤家相拍啦，乌白共拗，乌白共下，迄毋是安尼呢，对。甲老爸偷摕钱，老母偷摕钱去你开，这毋是安尼呢？咱咧奋斗拍拼，等后爸我看，对。所以我时常会讲互恁听，我即个节目是无所不忌谈的节目啦，对。像讲即个爸母的代志。我时常咧讲，
不孝爸母啦，拜神无路用啦，兄弟若袂和啦，交友无路用啦。不孝爸母，拜神何用？兄弟不和，交友何用？对无？你不孝爸啊母啊，你也知影呢？老母甲你生出来呢，甲你生出来呢，唔了甲你摇呢，安尼唔了摇，唔了摇，唔了摇，摇到你会爬，会坐，会爬啊，会行，会徛，会走。爸仔母上用偌济心血，你甲你培养，你敢知影？对无？等你开始读幼稚园啊，读国校啊，老爸老母伫外口认真拼，欠食骨来做，要转来互咱的囝食呢。啊，咱的囝，你甲看过，伊敢会感心爸母？当然做囡仔毋知影上，啊老母饲囝应该。啊，当然你读到国校毕业嘛，高中毕业嘛，读到高中你加减仔捌代志啊吧？加减仔捌啊吧？哦，知影老母安怎辛苦甲你培养起来，老爸安怎辛苦甲你培养的嘛？敢有一个趁一角银转啊，爸仔母啊开，无半个，对无？敢若读大学毕业，趁钱家己咧使徛，对无？啊，趁钱趁家己咧使徛，啊开老母的，做兵天后转来啊，老母甲你黄了欠，有100欠1000，1000到10000，10000到10万，10万到100万，来甲你带一个某，买一台车互你。老母的心血，你看用心偌济，对无？啊，等咧带某带出来啦，为细汉母仔囝，大汉比某的囝啦。即我是用你讲啦，细汉母仔囝。妈妈，阿母阿爸，带某带出来变某的囝。当然听某喙大血贵，这是正确。但是你带某了，你一半心伫某迄边，伫囝即边，一半心爱放伫爸母即边呢。你袂当从爸母那个放到边仔呢？安尼是不应该哦。我是先甲恁讲的哦，对。尤其是要去餐厅食物件啦，我是向你讲啦，毋通即顿某仔囝你家己带去尔啦，爸仔母放在厝内食庆饭啦，某仔囝带去了后，食海产食龙虾一大堆啊，食到剩食袂了啊啦，头家娘抓了我摕来，塑胶袋仔摕来，甲阮包的包开要创啥？包开要老母吃，要老爸吃，老爸都毋是教过。老母就毋是教过，食剩使剩的，较要摕倒来老爸老母吃。咱无论如何，一定爱从爸母甲请去一大桌，从大家大官请一大桌，硬好吃，较好吃，总硬无几块啦，总食无几喙啊。迄人是一个心愿尔呢。哦，所以我是要劝这少年家啊。你不孝爸仔母仔，拜神无路用啦。做新妇的啦，我也是用你甲你讲，毋通客气在大家大官，客气在大家大官有路用呢。大家大官，逐个人7、8、10岁，8到10岁啊，你搁来苦读，搁来客气，你敢毋知影大家大官是恁翁？恁翁是大家大官生的，无大家大官就无恁翁呢。好心的啊，拜托的啊，搞清楚啦！你爱从大家大官当作家己的亲骨肉看待对待，甲伊照顾好势。大家大官以后所存的钱，欠食过来做，所欠的钱，换是囝的，换是新妇你的呢，搞清楚呢。对，所以伫遮，我要甲各位在座伫遮，新妇囝。对爸母歹，对大家大官歹。我希望你看我的节目，我随时会讲互你听。而且我有录30-40集，录较大。咱伫咱小飞侠主播网小飞侠主播网内底YouTube 内底就看有啊。即阵我家己画，即阵小飞侠我家己画啦。对，安尼。你入去甲看，报朋友电影，报亲戚50，家己看。尤其是咱今仔日
有抽奖哦，有抽奖。啥物时阵抽奖？咱节目了后，咱节目下节目了后，你甲伊按订阅，按留言哈，会晓留言未？订阅留言，你爱留言，我毋知影你啥物人留言，啥物人会抽奖爱下节目了后较拍啦吼，留言留言免留，简单有才你留啊。你要留我爱你，你爱我都可以啊。还是要留小飞侠，你的节目不错啊。我要叫我的孙子来听你的节目啊，学习你的台语啊，可以啊。我台语袂歹啊，我这正南部囡仔，正古早味的台语，恁也袂晓的。我随时换哪时啊开直播换的开台语班呢，台语训练班呢，拢总会呢。过来，我要讲这政治人物，拄则我讲一则来讲无头。这政治人物你甲看啦，有个人啦，选举的时阵啦，出来握手啦，爸爸我2号的，妈妈我2号的，转互我下。爸爸我2号的，妈妈我2号的，转互我下。规撮人因爸爸，大细汉都因爸爸。因老母毋讨起遐讨规撮，无靠我一个爸爸。若无选举时阵，咱袂出来。若选举出来，拢总是对。看这组遐水，小姐，你真水哦，小姐，迄头毛足水，人睇个赞有够水。我2号的哈，转我哈，我转我。乌瓦桑啊，你安尼卖菜卖甲遮辛苦，安尼吼，这人落雨吼。单位人落雨，顶悬人落雨吼，若互我当选吼，我2号的哈，我这人甲伊斗好势哈，斗好势，免互你较辛苦啊。行到摊贩讲摊贩的话，行到商店讲商店的话，看人讲人话，看鬼讲鬼话，这就是选举的政治老啊啦。这淡仔交落歹。歹，我甲你讲，互我当选，我2号，互我当选，规只淡仔甲铺到你门口埕，对。水银顶无倒呢，互我当选，水银顶排回排，对。若互伊当选了后呢，要去找伊呢，无共款啦。伊当选，我是立法委员呢，我是县议员啊。你要来找我排练下，排练当然是排练无要紧。你遐坐者，我爬到楼顶办一个代志的。爬楼顶创啥？爬楼顶伫遐困啊，遐创啥？你落来了后，你走啊！伊叫你做，你家己办啊。你走的时阵，呈情书写一大堆，甲你等伫壁仔边。你有理无当，甲问看某某候选人啊，某某议员啊，某某立委啊，你代志甲我办好袂啊？我甲你办。有你甲你办，但是只有较困难小可，较无法度谅解者。其实伊嫌甲你看资料也无，对，我看我毋爱看。你若甲包红包互伊，红包甲洗了，伊会认真甲伊做。若无呢，无得讲一寡个，无就是食无，迄字我无爱讲出来，食无，对毋对？我无爱讲。足侪即款政治人物的，看甲会毋爱看，迄叫做骗假拐奸型的啦，听无？随时要搁选县长啊，要搁选议员啊，改成搁当活1、2当就要选啦。你甲看啦，阁有人吼规群候选人啊，出来哀声哀妇规口罩带起来跪了，带台顶跪了，无就带路边跪拜托，遮拜票。即款也讲候选人，咱候选人也好，政治人物，你像以前目前是做政治人物啊，还是做政议官、政务官，你也有气魄、有担当，为正义拍拼，为弱势呛声，做出光明大路的正确的道路、正确的代志出来，互众人钦服你，安尼才会才是，袂当用官势。来压迫善良的百姓。我真做法讲我足清的呢。你上底少，我就甲伊破10档破8档呢。我这甲作讲我足清的呢。
你也无听我话，歹势，甲你起诉发动的呢，对毋对啊？用官线来压迫善良的百姓，警察嘛共款，警察画足好哦，我毋是讲警察歹，画足好，画真正替百姓的服务，我看我毋爱看，画就是迄个阿婆吼，啊伫遐捡鱼纸袂当过，人警察甲大早甲牵过，搁甲人遐着救护车吼，急事吼，救护车吼，即个袂使啊，互危险嘛，若警察车赶紧开刀，互救护车对后壁驶，本来是半点钟的行程，伊10分就靠啊到啊，救人为第一重点，即个警察真正爱值得表扬。有的警察毋是啦，烂满型的啦，那你无答应全无走了，这做那水水啊！哎，小姐，你没有答应钱嘛？哦，不行哦。警察迄个小姐就讲，警察伯啊吼，歹势来，你带队，你手机几号？安尼，你加袂？未加呢吼，手机几号？安尼吼，我甲你讲，你较注意小看哈，无这我会甲你开今仔莫甲你开啦吼，互你过，看到许主任留手机留电话留名，较共开东开西，即款的警察歹势啦迄开七啊警察啦，对。咱嘛专门咧欺负迄摊贩的吼，咱个摊是真正足艰苦生活，爱饲规家庭，卖一个行人茶住路边卖，爱饲规家庭，可能2个老公婆咧卖行人茶，家庭作煞，不管3、4、20，单开了来违反交通规则，开了是应该无毋对，但是你尾甲好苦劝。你若较有良心的啦，你甲敲出正确的位，互即对翁仔某老公婆会当卖行人茶。阮遮永福对面一单卖行人茶，一对老公婆都是安尼。到尾警察超好位互伊，伊感谢万分。警察毋是歹哦，是好哦，是伫打击犯罪的精线。但我希望你警察爱做你正。袂使专门找人个麻烦，你专门找人个麻烦，伫我即个直播节目，我要甲你逼出来，无所无事，要找人个麻烦，人也无违规要共开，人也无安怎要安怎，无着共恐吓讲以后要找伊麻烦，安尼足侪警察我看我莫看，警察希望警政署长加起嘛，警政署长，你也摕出勇气出来。警察应该袂使淘汰掉好的生态，袂使一直爱惩罚，毋通包庇，拢毋通包庇。我今仔日做这个直播是真简单，讲些政治人物有效的囡仔，甲罗马的代志。但我随时拢会开直播，固定哦，但是固定是每一个礼拜拜五下下晡时7点会开直播抑过来，我要甲各位讲诶，若节目看煞诶时阵，我希望各位按一个订阅，甲留我迄个留言，安尼我要抽奖。你若留留言诶人，我就会抽奖啦。你也袂晓留言，话较济岁人吼，60、70岁、70岁袂晓留。你问少年家，我这留言免怎留？你若订阅有留言，我就抽奖，20分抽现金的今仔人数较少，因为头一摆开直播，即摆开直播，即摆几个人？173。你无要紧啦，头一工人会较毋知吼。173个尔，无要紧吼。伊就安尼到外口较细声的啦，你小样呢啦，门甲关起啦，毋通遐声啦，门甲关起啦，对。你若袂晓订阅，问人订阅一对七，来就是留言会晓留袂？你若讲做节目好小飞侠，你讲得还好无你会说
啊，就看安怎，你要老公安你想，要老公啊，我想要交男朋友也可以啊，我想要交女朋友也可以啊，我来给你回答，免怎交男朋友，免怎交女朋友，免怎做生意，啊，也是讲孝道，也是要创啥货，你若问我，因为我拢是我70外岁安尼，我70外安尼，我目镜放甲你看，我70外岁安尼，对毋对？但是我的心无输少年家啊，我的心。初20、30岁尔，就是我就是即款的人啊，所以我经过非常的多，我的脑筋装满了整个东西呀、是我有生之年，还未死之前，我要将我爱心，将我先前的孝道讲互大家听，对无？啊，将社会事讲互大家听，要揭发各种舞弊、各种弊案，互恁大家听。所以我这个节目，希望你有啥物代志，你通甲我讲。应该我看了毋对，我就甲揭发出来。啊，也是心不不好的，你甲我讲，你甲我讲，啊，我会甲考劝，免怎考劝，我当然我会教授。而且我要甲各位讲者，若迄个家庭袂当过，善良人袂当过，一级平平，二级平平，拢免你两证明，免你两证明。你甲我留言者，我小微社，我做会到，我尽量做到到。我会甲你加减啊，一个月救这一届，这是我一只发出好口。咱人人生趁偌济钱无效啦，人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啦。但好啦，我今仔存10亿个，存20亿，存300亿啦，存啥济钱用啦？无路用啊！死了后，江山换别人。我死了后，我那个少年，我无去讨起兄。死了后，我这目镜看较少年，看较歹。我若死了后，我无去讨起兄，我的财产送的，我无会起兄的啦，对，有效呢。那我厝几啊间啦，足侪间的啦，敢有效？死了后呢，后生祖家用一间纸厝互你啦，足侪钱有效呢。后生祖囝现金甲后生祖囝换库钱啦，有效呢，少少的啦。翁仔嘛是一个尔啦，较侪钱较好野，也是一张门床尔啦，拢无效啦。死了江山换别人啦。郭台铭因某啦死啦，郭台铭当初存足侪钱啦，今仔存足侪钱。若无因某40几岁的时阵吼，安尼硬招硬肉硬用硬强，无今仔日郭台铭今仔日的成就啦。伊无死啦，伊安尼哭啦，安尼哭，可怜啦，安尼呀，我以后一世人我毋错，我逐工哦，就要来阮某的梦情哦，甲你献花啊，逐工就要去啦。我问你郭台铭，你去献几届啊？讲献有一个月，惊10外工尔呢，我有咧甲你算呢，10外工你着去跳舞啊呢，去找林志玲啊，去找刘嘉玲呢，要甲人拍呢。人比拍无，这事实啊，人有钱，人话无啊，佫假较老，你有钱是你有钱啊，你会走去拍曾心怡跳舞，跳，曾心怡就是麻雀变凤凰啊，对毋对？你带生囝开啊，囝生出来啊，生2、3个，生几个我毋知啊，对啊，我无调到你的心，我是看电视你讲的啦，啊，安伊生出来啊，到尾死咧，你有讲你死咧？你死咧，你的财产送诶，说伊诶啦，囝诶啦，说伊诶囝诶啦，有效呢，无路用啦。咱若身体若健康，活力乐强，大家咱3大孝、24小孝，精气神好，体力好，财产才是你诶，无囝才是你诶。像你讲较一就无效，对啊。王永庆存有这无？存有这无？存一大堆。哈！台塑集团一大堆，带4、5个某，死了啊！某囝过来过去，这房过迄房，过房过迄房。你王永庆，你伫地狱内底讲敢会安心买嘛？对毋对？但是咱像咱讲王永庆、郭台铭，人是救出足济，咱讲有影，救出台湾非常的济。哦，是因大某，哦，因迄郭台铭是因某叫死尔，对，啊叫死都不得已，袂也袂去娶啦。啊，咱就知影，咱人死吼，
哦，加减嘛会带嘛，啊若翁死吼，嘛加减嘛去讨客兄嘛，对。哦，啊，其实即摆客兄讨客兄讲无做啦，无做啦，即摆无安尼，迄宪法内底头克伤无罪，哈，足心色。所以真讨客兄一大堆，只有但是爱民事赔偿就有影，民事加减啊赔，阮某你个甲我带去困吼。啊，着阮某也讨3、40届啊吼，啊你甲阮某安尼用3、40届啊吼，啊着卖啊吼，啊你赔我赔偌就好啦吼，民事赔偿啦，无错哦，是民事赔偿，安尼尔。所以咱人一生家庭若要幸福，美法，毋通带细意，毋通讨客兄，毋通拍七仔，安尼来吼，家庭美满幸福，安尼才实在。我今仔节目。短短啊，讲半点钟，希望下节目的时阵，大家会当按些订阅啦哈，啊，过来就是留言啦哈，啊，尽量当按分享个朋友弟兄啦哈。了后，20个奖品虽然无讲介济，抽奖20个奖品啊，20个钓着啦哈，一个咱500块现金。啊，你也有留言到有哦，你也无留言，我还会知影送。啥物人去听？对，我较会知啥物人去看。你若有留言来，阮就知影送。啊，阮留言内底就知影你的名嘛吼。啊，你留言发，阮就回家，后台个回家，啊，就直接寄现金500块啦吼。啊，意思啦吼，啊，就安尼吼就安尼20个啦吼，意思啦哈。安尼听无？来，我阁发一个好言哦，那。观看哦，有超过2000个哦，按赞的哦，嘛按迄个订阅哦，然后超过2000个哦，我消费者搁加倍咯，抽奖搁加倍，随时要加倍，对无？请大家会记起，每一礼拜的拜五哈，下晡时啊7点，准时看我消费者的直播。非常感谢你，谢谢，再见。也记起按订阅，啊甲留言，啊甲分享哈，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再见，感谢您，谢谢。亲情报亲情，朋友报朋友，看我原始，听我原始的台语，古早时的台语，小飞侠主播王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。